镜头所等的台湾，这个台北国际旅展还未开始，也毋过为着要来抢人客，航空公司拢抢一步先推出着网络线顶的旅展。除了国际的航空、华航甲中营之外，外籍航空嘛拢推出着优待价，像这个台湾、新加坡来回6000块有走。东京吧，京都、大阪。 今麦去日本佚佗，锁定线上旅展，佫会使省钱。国泰航空3人以上同行有优待票价。台北到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、首尔是5728块起，计酬甲廉航差不多。到纽约往回含税，每人是14000几块。中营线上旅展是台北航点5000有走，乌吉那话3300几。明年要开航的米兰嘛提出21900几块优惠计绍。 旅游展期间买机票、留机票，若华航线上旅展推出台北洛杉矶含税14000几块，飞亚洲嘛优待。另外新加坡航空嘛要抢人客，推出台湾、新加坡往回含税价8000几块，澳洲17000几块。纽西兰航空嘛推出台北到奥克兰无含税18000几块，有这个选择要安怎买较会符。 东京啊、大阪等等哈，如果说是来回含税7000到8000的话，就算蛮可以抢的。台北直飞洛杉矶15000左右上下的这个价位，那这次是这个直飞的话，就是蛮划算。旅游专家建议讲，买进前要先看清楚合约，安尼才有法度省钱，搁省解欢喜。